苗圃八福第二課，一筆勾銷，消罪債得永生，罪咎全消。第一天，約翰福音3章16至17節，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約翰福音3章16至17節，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感謝你的愛，為我們死，代替我們所有的罪債。我不定自己的罪，我相信接受你。我要得救贖和永生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，主耶穌愛我，拯救接納我，祝福我和我一家都要成神的兒女，得着寶貴救恩。阿們。